欢迎收看台湾新闻界，做回人物台湾事。大家好，我是下面詹伟民。咱讲高雄市长韩国瑜从罢免了后啦吼，都来进行补选。民进党呢今日定调是单机派要来投入高雄市长的这补选。罢免士气较低，这个国民党也未确定由什么人来出马啦吼，来参加到这个补选。但是哦，目前已经定调要找在地少年人为国民党来出战啦吼。有人点名讲不分区立委吴怡丁，伊本人嘛表态有意愿单台东来这个决议啊吼。那么看讲过去民众党话讲要和蓝营来做伙合作，不过这阵看起来应该是破局吼。到底民众党会和什么人，还是讲杀什么人，大家拢会真来关注。咱来看讲哦，就算是韩国瑜从罢免，无代表高雄人就介意民进党啦吼。因为过去2018年高雄市民哦，都是有讨厌民进党这个氛围，才转互这个韩国瑜。所以未来补选民进党哦，是毋是头一个是高雄市民头一个选择吼？咱透过投票要带大家做伙来看。咱首先来看到2018年高雄市长选举的这个时阵啊吼，迄当阵韩国瑜是摕到89万票啦吼，但是迄当阵单机派是输差不多有15万票啦吼。这回补选是毋是这个单机派会当超过伊74万票，是值得关注。不过咱慢慢看到罢免的时阵，这个票数是差不多是93万外票啦吼，是毋是这个支持度拢会灌伫这个单机派身上，嘛是一个挑战。今日就好好来讨论高雄市长的这补选。就诚如大家都知道，我非常挂念我的故乡高雄，所以当淹水的时候，我都会特别看说，到底是哪里淹水，我的故乡有没有淹水。登革热来的时候，我在行政院我也会特别关注说，高雄登革热的疫情到底是如何，大大小小的事情，高雄放在我的心上。对我而言，我也看到了这一段时间高雄的一些纷扰，我也了解，在整个行政院团队在蔡英文总统领导之下，当国家全力向前迈进的时候，我相信高雄值得更好，也应该更好。高雄是一个求新求变的城市，我在这里还是要很深挚的检讨。在2018年，我的努力不够，让很多的好朋友跟市民朋友失望。这个对我来讲，不仅是我人生的挫折，但是诚如我昨天在参加高雄中学的毕业典礼的时候，他们的毕业主题叫做小明，虽然很努力念书，但是从来没有拿过第一名。每次的挫折，最后小明了解到，其实这个过程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也跟我的高雄中学的学弟跟自己勉励，跌倒了爬起来，爬不起来用爬的也要达到目的。高雄对我来讲是一生悬命的地方，高雄对我来讲是永远的故乡。今日节目中，咱好好讨论到高雄市长这个补选吼，到底安怎来进行啦吼？首先，咱邀请到咱3位来宾，第一位咱邀请台湾民众党立委蔡碧如。各位观众，大家好，大家晚安。是立委你好，咱继续要邀请到咱民进党青年部主任蔡柏林。主持人，观众朋友大家好。第3位咱们邀请到中国国民党智库发言人。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是哦，首先咱要来请教咱的碧如姐啊吼。过去这个传闻，你嘛伫节目头顶讲未选，但是最近的这个氛围，咱讲南北合作啦吼，亲像讲破局啊，这个民众党才嘛爱家己杀人，到底这个人是啥物？咱讲可能爱等瓜主席这意志啦吼。你首先有啥物款的这个想法咧？我这道高雄的补选吼是安尼，咱顶个咧讲迄个罢韩嘛吼，那我感觉即届动员安尼93万票的安尼出来甲伊罢免吼，这件代志确实，我有写一个简单的报告啦吼，就是讲对2013年太阳花事件了，我感觉台湾有一寡大型的选举，拢是少年人拢徛出来，哦，14年的白色力量嘛，吼那。19年的韩流，我感觉嘛是少年人出来支持，甲今年的罢韩，我感觉伫2年的中间，19年甲20年的，韩国瑜
互人互安尼高票当选，那结果有那甲罢免掉，我感觉是一生很传奇啦吼，那也是很神奇安尼。但是安尼去感觉讲，迄是高雄的人民想要改变。是。我感觉即个代志是高雄的人民想要改变，啊，高雄人民伊伫个100年的时已经是甲陈其迈已经是投。就是反对票啊，吼、反对票啊，所以这讲我听国民党的年遐少年拢甲我讲啊，莫过来啊，莫过来是单机麦，这个麦啦吼，嘿嘿，个单机麦啦，吼，莫过来啊，是，好，所以伊今仔个开一个记者会，个想要出来，我看的是感觉讲，就是心有戚戚焉呐，我唔知要安怎甲形容这件代志安尼，但是对这届高雄，我想要讲一个。地方我最近拢常常等于迄个高雄甲屏东吼，我要讲一个地方的迄个选举政治的一寡文化。最近伫个屏东坎顶有哪咧补选，那阮有支持即个31岁少年人，我顶下讲过廖国富，伊就是一个台大毕业的，那伊的农业是伊的专家，吼，啊又若去澳洲。咧做工课几啊年，倒来参加一道补选。另外，搁一恒春镇嘛是有若要补选，而且伫台中的和平区，即个原乡嘛是要补选。那你看这其实大家拢无啥咧关心这足地方的所在，但是我想要讲的讲，为什么台湾其实选举了后，地方的补选拢遮尼济？其实是台湾足基层的一寡选举的政治文化足差，像屏东坎顶甲恒春，两个拢是买票用掠着，啊，即摆已经定验啦。啊，台中和平迄个区长是迄个首会，所以等于讲规个台湾的足基层的一寡选举的文化，我感觉这是按台湾按这个年代吼，今仔来两个拢少年啊吼，我感觉既然这几年，我感觉是讲大概大型的选举，少年人都有占了一席之地吼。我像这个时阵，我感觉是爱好啊去思考这个。台湾很基层的这个选举的文化，台湾基层这文化，这个选举文化还阁思考啦吼。但是头拄我问你，你也未回答哦。就是讲吼，这个到底吼，民众党会派什么人，是不是这个委员家己去参选啦吼？啊，其实咱嘛看到讲最近的这个报道嘛有讲到，你甲这个瓜主席之间吼，可能有一寡这个心结也未拍开啦吼。这是不是这个传闻尔？无啦，有当时这我有讲过啊，有当时我2月开始来离款伊了，其实因为我若甲伊无用，啊伊若甲伊无用，伊本来事情就做无用的，无常常通啊讲话，我感觉这是事实啦。但是我讲我含伊熟悉差不多30档啊，吼，有当时就像我昨迄个脸书写信任嘛，吼，有当时按大家斗阵久啊，讲政治其实互相在一起，我感觉迄嘛是一种信任，吼，你若无咧信任，其实足歹做政治工作。是，所以这个尾后，对，咱讲这个瓜市长还是瓜主席最后一句话，你可能嘛是还阁会当去参选着这个补选这部分吗？伊无讲啦，迄是迄个黄伟汉讲啊，你若万一主席讲叫你出来，我讲爱最后一刻再来决定，因为不要紧啦。是啦吼。但是我高雄这道我嘛是想要讲者，我希望这当然我有这要讲过，我讲我袂去参选，因为这违背我家己的政治的迄个信念嘛吼。因为我希望高雄是提出一个在地，在地啊，思考什么款的人才对高雄。倒是有对高雄人有帮助，因为即届你看2档的时间，其实高雄人民一直咧选举，其实对老百姓是足撕裂。我认为是安尼啦吼，啊，所以应该是要开始思考高雄的问题，高雄很足侪化工厂的污染，啊，甲伊的经济到底是要安怎，互伊的迄个循环经济搁开，啊，搁伊的空污足严重的。其实这个问题，甲伊的工业区用的转型什么？变什么款？尤其是即到疫情以后，其实规个高雄这个直辖市里，就是讲疫情之后，到底你的产业是要转变到是什么程度？啊，你应该对这个所在来去思考，什么款的人对高雄才有帮助？唔是讲啊，你100年选过，人就甲你放弃啊，你搁要倒来选。所以咱讲这个单机牌这回可能嘛是歹选啊，尤其这个补选这个投票率是搁较低啦吼。咱继续要来请教咱的这个主任啦吼。其实咱嘛看到讲，咱头拄这个做一个比较，2018年这个咱讲韩国瑜是赢这个单机牌15万票，这样济啦吼。不过这回咱嘛看到这个罢免的这个票数是差不多吼，有93万这票数，到底这93万是不是冠伫这个单机牌？因为咱讲过去其实头拄这委员嘛讲的。
已经选民互伊家转一个这个无信任的这投票。啊，这回咱讲单机版真正遐尔好选嘛？其实咱看选举甲罢免吼，爱分开来讨论啊，因为重点就是讲，选举是我支持一个人，甲你相挺吼，希望你做咱的市长啊，是委员，会代表咱的想法，会当去有较侪政策安尼。但是罢免罢免这个活动吼，在台湾的这个历史上其实无侪改。虽然讲韩市长吼，伊是原先嘛就传奇的，罢免两届，唯一一个唯一一个曾经经历过两届罢免吼。但是咱回头想一个问题，就是讲2018甲2020吼，这两个时空咱爱分开来讨论吼，就是讲2018其实民进党嘛就强逼咧反映这个代志啦吼，因为2018咱全台湾不只是高雄吼，全台湾的这个县市吼，咱足侪咱中壮世代的这个县市首长吼，都受到这个落选吼，总统落选。但是2020这届吼，其实咱看到讲韩前市长吼做无2年就去选总统，市政嘛足侪代志，其实做了荒腔走板。是，其实这是不管是少年人，还是全部的这个高雄市民。拢看咧最痛苦的啦。其实我感觉高雄市民惹不起，这是我们这届在罢免清清楚楚看到的一个问题。市政一定要做好，但是对大多啊委员讲在地好人才对高雄有感情的。大多啊咱看到陈其迈伊咧演讲的时阵，伊对高雄，我在现场啦大多我在现场啦伊真正要流目屎，因为2018对伊来讲是一个足大的挫败。2020这2年的时间，伊咧行政院做咱苏贞昌的副手伊讲就清楚的，这2年的时间，伊对高雄1759亿的补助，伊咧施政的过程中，伊绝对无互高雄市民失望。2020的陈其迈，甲2018的陈其迈是两个。应该讲是1点控2点控这个比较啦吼。伊嘛讲过去这个政治生涯拢差不多伫高雄咧经营啦吼。因为这个落选了后嘛，来去到中央来做一寡历练啦吼。其实这个历练嘛，互伊更较这个成熟啦吼。不过咱讲这回这个选举啦吼，有这个8月15这个投票日啦吼。这个投票日是毋是对讲民进党有这个主场的优势，嘛是真侪人咧讨论啦吼。咱先带大家来看一张图表，就是讲吼，这回这个市场要安怎来进行补选啊吼，先带大家做回来看。咱讲6月20甲24，就要受理到这个候选人参选这个登记吼。7月初10咧，就要审定候选人的名单，嘛要来通知着抽口7月15要举办这个抽口啦吼。另外7月30的时阵要公告这个候选人的这个名单。另外7月31甲这个8月14号要办理这个这个期间内底啦，要办理公办的证件发表会。8月15就要来登票8月1日，双人当选就要来公告着当选人的这个名单。另外8月26要发着咱讲当选的这个证书啦吼。所以咱讲自这个中选会公告这2个月日的这个时间啦吼。所以咱讲头拄有人会怀疑讲民进党都有这个主场的这个优势啦吼。互咱讲过去。迄当阵韩国瑜本地有人讲伊可能会提出一寡这个诉讼来卡这个时程啦吼。不过咱这回看到民进党这回有这个2个月日的时间来进行补选啦吼。但是咱就看到国民党人选可能要为这个在地这个部分，也是讲过去当自北部来去杀人，但是这回拢爱伫这个高雄市来吹啦吼。因为在地优先尤其少年人。咱要来看讲民进党这回可能有人质疑讲有这个主场的这个优势，咱讲国民党安怎来应用？是，我想这个问题，我先对这个选举的这个时间来讲这道民进党伊选伫咧8月15，大家都知影讲，这个时间确实是非常的赶紧啦。为什么会这么赶紧呢？我讲一个比例啊。伫咧8月10月时呢，足侪即个大学生、北漂的大学生，大家拢伫咧厝的，所以讲无即个返乡投票的问题。所以讲呢，民进党不只是无爱互即个在野党呢有更较好的时间会当准备，甚至呢，伊阁有即个政治的算计。
胜选了要互这个北漂足侪青年都伫咧家己厝的，安尼冲高伊这个陈其迈伊这个投票率。但是我想要伫遮咧提醒哦，虽然讲呢，咱韩国瑜即摆呢，伊去互罢免掉，无毋对，韩国瑜伊确实有一寡。即个做无好的所在，嘛是讲伊嘛有一寡需要即检讨的所在，但是呢，民进党千万毋通就是讲呢，咱高雄的市民呢，一定要把即个票投互即个民进党。为虾米呢？因为咱会当知影，民进党伫咧过去已经执政遮尔啊几十年啊，伊留落来即个债务的问题，伊留落足侪即个，比如讲气爆善款问题，即马呢拢未当得到即个解决。若是讲咧未来呢？单局伊搁要去做即个检察院院长，一个伫咧台北检察院，一个伫咧高雄做高雄市长，所有的即个高雄的即个弊案呢，甲一寡歹代志，拢袂当安尼一个水落石出，拢当沉到水内底，拢看袂到去。所以讲，咱是毋是要甲高雄变做安尼即个状况？这是高雄市民家己爱想看卖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讲呢，咱国民党要派出什么人？无毋对，即马咱国民党呢，不只有即个咱的立委，嘛有真侪在地即个议员表示讲呢，伊有要代表国民党来出来帮咱拍即摆的即个补选。不管是安怎，虽然讲即摆韩国瑜伫咧高雄去互罢免掉，但是呢，咱国民党伫咧高雄嘛是阁有31席的即个议员，代表讲呢，咱在地嘛是经过过去经营吼，甲即马嘛是有一定的即个动员力。我相信呢，咱即道呢派出伫咧在地有年轻的新面孔，伊嘛是会当对高雄未来有一寡伊的抱负。我相信呢，咱伫咧较即个伫咧较虽然讲咱即马即个过局势对咱无较好，但是呢，咱对真心来对高雄市民提出较好的政策，我相信呢，高雄的市民嘛会当互咱一个机会。高雄市民会互即个认真负责的人哈，不管是谁啦吼，这回即个补选的时阵吼，搁一届吼，即个每一个党拢吼，搁一个信任的即个感觉啦吼，所以即个党票嘛是真重哦，8月15啦吼。虽然讲有人讲即个2个月即个时间实在有伤赶啦吼，咱要搁回过头来问委员吼，其实咱头拄啊，即个发言人嘛有讲到啦吼，就是讲过去有人想讲可能即个局长吼，伊可能有够遮个人吼。趁到这个代理市长这个时间，佮有伊的人马吼，登去到这个高雄市府啦吼。头拄啊，嘛有咱讲可能有即寡伊若是做监察委员，可能有另外这个忧虑吼会产生啦吼。但是你安怎看咧？敢真正是安尼啦吼？过去咱嘛讲这个南北要合作，即阵破局啊，要安怎？我咱局其实伫高雄执政10年的时间吼，为什么最后老百姓伊要甲伊否定掉？我感觉这是迄个民进党爱去检讨的。那高雄的市政确实像债务的问题，确实足严重的。其实罢韩的前2个礼拜我有去，因为迄阵国民党就讲，立委就接我讲，无按来去高雄视察财务。吼，我讲我嘛是关心，我是财委会，我嘛是关心迄个财政收支划分法。我讲我要来去，真正是我感觉因的迄个市政的债务真正是足严重。高雄你讲落一个好5000个天洞。你债务遐举债遐尼悬，你有啥无好要甲建设好？所以其实高雄有伊原来的问题存在。我感觉这是只要是民进党出来选举，人就会个老百姓就个唤起对民进党的不满。是。好，所以我唔知讲到底陈其迈要安怎去解决这，因为在罢韩，我感觉这是一个仇恨的动员。对我家己，但是我感觉这实在是无好啦，因为我是一个。伊个护理人员出身的，其实我都是想做关怀的事情。其实对社会来讲，能个正面去讲一件代志，无需要去动员仇恨。但是这道的罢韩，我感觉对这个社会对高雄人实在是撕裂太严重。我要讲一件代志。第二，我要讲蓝白合到底有要合作啊，无要合作。所以自顶礼拜我开始画出讲，我希望选一个在地用的，大家共同来推在野大联盟，还是讲第三势力。我嘛是讲2020了后，其实政党的板块已经是宾士板块啊，333嘛吼。所以我感觉是第三势力是有存在的一些事实啦吼。而且卡出国民党伊也用个比照14年。歌市长用白色力量无党籍的方式，
因国民党来支持，我感觉这是我的想法是讲，吼，这道的选举较好算的。较好算，但是较好算啊这个国民党内有的人唔是安尼想的，有的想讲啊，我这个议员我都有31席吼，可能这回若是甲恁合作落去，哦，我的议员席次会减去，啊，支持多过我向民众党遮去。他们拄啊，迄个新华嘛是讲啊，这道国民党不管是派啥人来偌强出来，我感觉伊共款拢会输嘛。好，这个好，刚才是毫无悬念的代志哈。所以国民党有时候是安尼，我们放下一个成见，好，这道也是咩，这道来熟客，国民党这下放下一些成见，那按共同来杀一个无党籍的人，好，互大家来做位来支持。是，我的想法是，但是最主要还是安尼啦吼，为什么？因若卡出到尾，因家己要杀，我也是尊重啦，嘛是尊重啦，嘛是尊重啦，但是。那就是讲，一定爱选人出来是片面讲，第一当然是好算，第二我是讲片面讲一党独大。是。吼，到尾啊讲陈其迈敢，即摆外口大家拢讲躺着选，敢真正拢倒会用选。无人头拄嘛讲着有这个伊的困难伫个吼，都74万票一定要比这较济啦吼，还是讲比这较这个可能比这个同意票啦吼，罢韩的同意票，可能才有一寡争差伫啦吼。咱等下再过请教委员啦吼，咱继续请这个新华来补充，就是讲这回咱嘛讲着这个南北要来合作啦吼，但是南北合作已经可能嘛是破局啦。头拄啊，嘛有国民党来家己的人来质疑讲啊，是毋是这民众党会吸着过去吼，咱这个国民党才会票咧？对，而且很欢乐吼。是，讲者真哦，即马咱国民党内有2种的声音。第一种的声音就是讲呢，咱会当加即个民众党来合作。为什么？因为民众党甲咱有一寡即个会当互补的所在，吼，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讲呢，伊即马民进党实在是伤过强势啊。咱知影应该爱团结起来，爱会当和民进党伫制衡，这是属于赞成甲即个民众党合作一种观点。另外一种呢是讲呢，咱国民党的支持者甲民众党支持者，咱两边的支持者有淡薄仔相像，但是惊讲的未来呢，若是讲的咱的支持者会去用吸收去，这我必须承认讲的，这是咱党内真侪人有这个考虑。但是呢，我家己的观察，即摆呢，应该是呢，咱家己会派咱家己的人，这款声音即嘛是较强。但是不管是安怎，我相信咱国民党目前呢，会当保持一寡会当甲民众党来合作的一个空间，就是看咱到时要安怎谈，要咱来合作。我想这拢有空间会当来后壁来发展。所以人选的部分可能家己会杀人，但是安怎合作这个模式会当吼做这个2014啦吼。另外，咱要过来请教咱的主任吼，其实咱头拄有听到这个咱的这个发言人讲吼，过去可能有这个局子啊，即个这个人马登去到高雄市府伫咧代理的期间啦吼，2个月日吼，可能这个市场嘛是真短啦吼，尤其咱嘛讲这个南北合作吼，才有是毋是有空间？民进党吼，伫咧即回安怎看即届这个补选？其实南北要合作，这是这2个政党的代志吼，甲民进党无直接关系啦。但是我是最欣赏咱政治长。即马是驻日大使贾中庭吼，有讲过一句话啦吼，伊讲你若是想要参加，想要竞选，你要先谈理念，再谈意愿，先讲理念，再讲意愿吼。国民党甲民众党要合作，要合作吼。我唔知影重点是咧倒吼，是咱的政策哈，还是讲咱对高雄未来的想法。愿景还是未来要安怎发展，建设要安怎合作，我感觉这是重点是。民进党对2个政党是尊重吼，但是咱应该讲，其实补选吼，过去罢免是较少，但是台湾补选足侪吼。咱会想看卖2013年，我会记得当时国民党的立委严清标严委员吼，伊有贪污的状况嘛吼，补选其实。伊补选的时间1个月搁20天尔啦，是无到2个月啦吼。2015年吼，3个立委补选的时间搁较短，1个月搁13天。是为什么？大家拢知影，若是过去，台湾每一年拢有选举，劳民伤财啦，吼对民众嘛是一款扰民的问题。其实补选，互伊时间拄多好，2个月左右吼。和2个候选人和3个候选人会当讲伊的理念，讲伊的政策，讲伊的未来对高雄对每一个县市有啥物想法，有
足够的时间，加迄个暑假其实无什么关系啦吼。啊，暑假是2个月的时间，啊，那为什么不是7月1号？啊，为什么不是7月1号的补选？啊，为什么不是9月1号？8月15这个时间吼，就绝对是在3个月内必须要补选完成这个时间点当中去找到一个平衡点啦吼。所以我在讨论这个补选时间伤短吼，这是一个假议题啦。啊，回头的咱想讨论高雄市长吼，到底未来这2年的时间会当做什么代志？我感觉这是政党政治会当回归咱政策辩论的这个初衷啦吼。这对民进党嘛好，对任何政党嘛好，拢是重点，唔是讲啊我要互补，我要讲未来我的议员要提名偌济，啊你要让我偌济，我感觉民众啊高雄市民嘛好。对这安尼的算计其实无兴趣。有影啦吼，所以这个头段嘛讲到，先讲理念，再来讲这个意愿啦吼，其实这嘛是一个重点吼。不过咱嘛看到种高雄市长这个补选可能的人选，除了这个单期外吼，这个各党吼，拢有这个想要来参选的这个人选啦吼。咱嘛看到除了单期外以外吼，可能参选的人选佫有啥啦吼？咱嘛头段讲到这个不分区立委，国民党这边有吴怡丁啦吼，伊即阵40岁，啊伊过去的这个经历吼嘛是真好。啊，咱嘛看到讲。伊过去啦吼，嘛有做过高雄集团的这个副总裁啦吼。另外这个亲民党这个部分啊嘛是有现任高雄市议员哦，57岁这个伊这个部分啊，伊过去嘛是代表亲民党吼，伫咧这个高雄来亲近啦吼。头拄咱嘛讲到，甲委员讲到啦吼，即阵吼过去有做过咱台北市办公室主任啦吼，啊嘛是做市府的顾问，即阵是咱不分区的这个立委啦吼。头拄你嘛讲。理念嘛是真重要，啊！你对高雄政治信念嘛讲一定要在地来亲近的啦吼。所以头拄啊，咱这个民进党的这个主任嘛有讲到，就是讲这个理念真重要。到底哪个甲白合作上大这理念，敢是这个好算尔尔？哇，好选举除了有理念，就好算了，当然嘛是爱理念的结合。啊，无2个，我讲免3工就冤家啊，对无？所以2014年迄当阵的理念，甲2020年补选的这个合作的理念是啥物？同款，因为高雄过去10几年来，伊建设了出遮一个问题，债务的问题，吼，地方建设的问题，为什么落一个互有5000的迄个天洞的问题？就是讲地方的建设，大家开始讲。想要迄个开始投票来否定民进党，就是讲国民党也是民众党，用个提出即马什么款的人，用个对高雄来好啊。所以我含早有讲啊，理念上重要。高雄上大的问题是啥？空污嘛，吼化工的环境的污染嘛，吼伊个工业到底用个转型什么款的转型，什么款的产业，而且再来就是讲高雄到底是用个伫按南台湾要那个行销成功一个足好的直辖市，甲去国际甲行销咧，甚至伊是咪用个含台南含屏东，就是南台湾安尼做伙来甲行销。我咧想共款这个理念来讲，什么款我刚刚节目时我嘛开始讲啊，讲什么款的理念的人，什么款的市长带个带领大家来看高雄这个市情，所以唔是讲大家为着要好算，好算是一时的，但是理念你若无共款，国民党若无杀就共款讲啊，阮想要含你讨论这个空污的问题，我要含你讨论这个环境的改善的问题，我讲阮2个3工应该就冤家啊，我也会变成互人讲看一个大笑话啦。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这道当然时间上是足短，啊是遮足。较急啦吼，所以在磨合的过程当中，但是我感觉这是阮合作的第一步啦。我还是会去正面去看待这届的合作，但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对话、合作的对话，我想慢慢以后阮卡苏纳和国民党有一寡议题上的合作，我感觉这是阮就是成功的第一步啦。哦，不一定会成功，但是我是正面去看待，而且是乐观的去看待，因为我感觉。拢是为台湾好嘛，好像最近这2天啊，就是什么中共有个评论员咧讲要甲点柯文哲安那，我感民进党就是他就把你画个讲你就是什么槟榔啊，你就是迄个什么叉烧包，
有当下就是人根本都不是安尼，伊就是他就是硬把你贴标签嘛，就是大家红，但是我跟你讲，我的政治力量，我非常的痛恨这种事情。我感觉安是，因为我是一个做理性的人哦。你看最近的什么自费医材，陈时中去避开，结果是我在替伊咧讲话。虽然我来自伊个护理界，医界，我知影这个状况，但是我讲是就是，唔是就唔是。虽然我是知影，但是我嘛是愿意讲啊，这迄个伊就是伊的伊的理念是很好，但是伊的方向搞错。对啊，像这个自费医材差价这个代志。连续2天我拢出来替伊讲，结果伊就甲避开，然后2天讲了，伊讲无，阮也无一定爱做，都无去啊。所以我感觉讲，有当时来讲，你的理念到底是啥物？我感觉还是用理性甲务实来讨论对什么款人对各用哈。所以我在跟国民党对话里头，我嘛是希望安尼讲就是讲理性甲务实，什么款的人，什么款的理念来高雄代志适合的。假使伫这个过程。谈话过程当中，我感觉这就是一个进步。我认为是这是2个党在野党一个合作的进步的开始啦。最后不一定是成功但是我是乐观去看待。去看一局啦，是啦哈，所以因为对我来讲就是倡议嘛高雄市长爱看什么人，所以按用理念型的人来甲放喺高雄一道安尼。有影啦吼，所以咱嘛讲到这个南北合作有另外一款的这个模式啦吼。不过咱讲回归，咱讲吼，咱这个民进党有这个陈其迈，咱讲可能的人选，各有这个国民党的这个立委吼，吴怡丁啦吼。其实因2个出来时阵，各有真侪报道，伫遐讲吼，因有安怎这个款的这个爸爸啦吼。2个爸爸先拍一段。2个新闻对，有这款的这个讲法，但是吼，到底是不是爸爸要来参选？唔是嘛，是这个市长陈其迈吼，还是讲这个候选人要来做参选，还是吴怡丁？要来做参选吼，但是这个讨论嘛有真侪人来讲啦吼，就是讲陈其迈过去咧做这个代理市长的时阵，拄着吼可能谈铁人伊爸爸这个事件吼，另外咧做2018年的时阵补选咱讲市长选举的时阵无调啦吼，这回要第3道来参加着高雄市长的这个选举，伊的挑战嘛真侪，但是另外这个对手咱可能拄着的是国民党立委吴怡丁啦吼，伫遮2个人安怎来去看？咱继续搁请教咱主任。其实讨论爸爸吼，这个代志其实当初咱柯市长甲连胜文先生嘛，讨论爸爸讨论足济啦。其实讨论爸爸这个议题吼，若是伊算一个议题，其实是花絮啦。OK， 我感觉重点是陈其迈副议长过去嘛做过立委，做过总统府的副秘书长，民进党的秘书长、副秘书长，即马是行政院的。副院长，伊过去府院党吼，甲立法院吼，伊其实拢历练足丰富的啦吼。其实为什么头拄开始的时阵要甲大家介绍，就是讲2020的陈其迈甲2018有淡薄无共。因为即个大家拢知影，台湾这个防疫的这个成果吼，全世界其实是欧陆的吼。这是每一个全台湾每一个人吼。做伙拍拼的成果了吼。陈其迈做副院长，伊有领导这个所谓科技防疫吼，而且佫有足侪，包括非洲猪瘟吼，这2天其实大家拢知影，咱下港的足侪朋友拢关心这个口蹄疫拔针啦吼。另外就是讲这个减税的措施吼，而且是这个讲的前瞻基础建设。也嘛包括他拄蔡委员讲这个政策吼，伊是推动这个实质的代志吼，无一定是安尼敲锣打鼓吼，大家拢想讲伊是就搞讲话就搞表演吼，无一定是安尼，但是这2年有做代志，这是确实的吼，这是事实的啦吼。就是有人开讲吼，是不是败选者联名2018年到入去到中央，真正有咧做代志吼。其实吼，咱苏贞昌院长甲陈其迈，其实2个吼，咱2018败选了吼，因2个真正是有改变。就是讲迄当阵人民可能无信任票投落，这回真正有反省啊吼。反省一定要反省啊吼，像我无调嘛，我虽然立委无调，我希望嘛反省啊。我咧做青年部的业务的时候，我嘛想讲，
啊，安怎对新北市较好，安怎对永和对我的选区的少年人较好。迄是一个历练呐，我感觉。蔡委员虽然是不分区吼，但是未来若是投入这个吼，这个地方吼。我顶年嘛是规台湾走透透。是。全台湾拢你的选区啦，对。这种历练对任何一个政治人物拢是最重要的。蔡英文加郑文灿加林右昌这的政治人物，其实拢有经过败选吼，这个历练，然后嘛变作。努力的养分啦，我感觉这是爱正面看待。所以唔是讲拄着败选吼，就失志吼，自倒位跋倒就自倒位爬起来吼。其实咱嘛讨论着讲，这个单期卖补选，这个赢面到底是有偌济啦吼。咱来看讲规个头人吼，伊是安怎讲的？咱先看到民进党副秘书长林飞帆吼，伊是讲吼，投入补选补选吼，是毋是稳赢？就高雄的政治现实来讲吼，爱炒热这个气氛，才有一定的这个难度啦吼。因为咱讲这是一场补选尔，所以拍这场选战爱拍甲真顶真啦吼。另外咱看到这个高雄市东部的这个主委赵天麟，伊是讲吼，拄啊才面对着罢免投票超过93万的这得票啦吼，所以民进党高雄市东部有感受到补选有压力啦吼，对补选票数也是有期待。另外咱看国民党。总调集人林维洲，伊讲吼，国民党袂当放弃着补选啦吼，虽然是一回事，爱向高雄市民来展现诚意啦吼。若是过去有犯错，就爱向市民来回失的。另外，咱看到台师大政治研究所的教授，伊讲吼，民进党积极咧动员吼，甚至利用着行政的这资源。来这个修正啦吼，咱看到若是讲民进党伫咧初选，还是施政头顶有重大错误吼，国民党也阁有爬起来这个机会啦吼。其实咱嘛看到讲对国民党来讲，真正吼嘛是阁有一个机会，嘛是阁有一个可能啦吼。咱嘛来看讲这个国民党秘书长伊是安怎讲的？有今天也已经通过那个征召的办法，已经通过，刚刚通过。刚刚已经通过了。对。目前的办法大概是往哪个方向发展？就是不补选，用征召的，我们会广听高雄地方的意见，让他们推选出来一个最大公约数的一个候选人。那时间大概什么时候？这个人选我们下礼拜的中常会就要移到高雄，就要把那个甄选出来的人选介绍给大家。那现在目前是有哪些人？是在地议员呢，还是在地完全素人的人？这个都有知名度的，不是素人，应该都有知名度的。是在地民代吗？都有，很多位了，大概不下6、7位嘛。那我们会把这6、7位里面甄选出来一个最大公约数能赢的人，代表国民党出来参选。这个政党的这个政治啦吼，头拄仔咱嘛看到，这个国民党已经有6、7位要来做参选的，有这个议员吼，尤其是这个议员吼，亲经这地真重要吼，无论输赢吼，咱嘛听到这个秘书长有讲吼，这个国民党毋是政治的这个素人啦吼，一定爱来争。咱会当对头拄仔的这个发言，咱会当知影讲哦，咱大家拢承认嘛同意讲呢。什么人要出来选，应该爱用这个伊的政策改革理念来互这个高雄市民来认同。但是什么人无安尼做？明明就是民进党无安尼做嘛。咱大家看卖咧，自这个罢韩的这个时间啊，根本就是违法，伤过早开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伫咧罢韩的过程中间呢，传出中有这个什么送这个120块的这个洗手液，嘛有讲盗用这个法务部的这个 logo， 但是呢，咱民进党拢动作无共款，所以是什么人用这个负面的这个手法，有什么人是用这个仇恨的手法，伫咧做这个选举的动员，咱大家拢真正是看甲非常的清楚。所以讲咱会当讲。不管这道呢是各政党要派什么人出来，在地甲少年，我相信可能各政党拢同意应该派安尼人出来。但是呢，咱即摆嘛是爱请各位这个高雄市民想看卖，高雄人已经互民进党20年的机会啊，但是呢，民进党互高雄一个什么款的一个状况？咱看到高雄，咱的人口不断的这个减少，咱高雄的这个竞争性的指标嘛一定不断的落后，已经连台中拢比不上了。敢讲咱未来高雄要安尼继续落去吗？所以讲呢，咱未来的市长不管是啥物人出来，你看会当像即个韩国瑜共款无？咱莫讲用啥物品德啊，啥物人的爸爸是安怎，咱拢莫讲这，咱来当来比
政策，啥物人会当互高雄的即路会当较平咧，咱的水沟会当较通咧，卖淹水咧，路顶嘛会倒。我相信安尼才是一个正确的即个竞选的一个方式。同时呢，咱嘛会当来请未来来投入各个选战的即个候选人，请你爱重视讲咱高雄的，不管是头段咱譬如委员讲到即个污染的问题，啊，个咱的农产品外销的问题，我相信这拢是未来看倒一个人有法度帮高雄来解决问题，啥物人就会当得到高雄人的支持。是啦吼，但是这个支持唔单单是路会平，这个电火会倒呢吼。其实咱嘛看到咱台中市长，这个罗市长，伊的路嘛是真平啊，这个路顶嘛会倒啊，这个新北市嘛是做得真好啊。但是高雄市必须要有这个战略的考量吼，唔那干那伊过去讲这个空气污染的这个问题，伊其实吼是咱讲南部真重要这个地理位置的啦吼。咱继续请委员。好，其实高雄伫南台湾来讲，伊是一个足重要一个直辖市啦吼。但是过去这几年，俺真少咧去讲伊。其实他会上新闻版面是都韩国语开始的，韩流哈，系韩流开始，高雄才大概重新上到这个新闻版面，但互大家去重视，但互大家看到讲，一到我去高雄，我讲有一条街，伊拢本来拢卖一寡电产品，就是山西的产品。我迄届选举时，规条路拢关开，我感觉讲，哦，即摆店面就是关店的状况足严重的，叫经济迄个转变，确实是足明显的吼。虽然人家讲啊，即马拢是无店面啦吼，即马拢是啥物上网去网购，但是甲实际上吼，高雄即几档的经济确实真正有差足济啦吼。啊，像他们拄仔迄个新华咧讲的农产品的问题，最近就是疫情的关系，一寡农产品根本来拢是外销，加去香港，加去大陆。即马拢完全拢冻开，比如说去韩国甲日本的农产品，最近也拢因为疫情的问题，因即马拢慢慢拢较少吼，较少啊，所以大概即马一寡像屏东的乡镇、高雄的乡镇，煞拢阮若去的时，伊拢会甲我讲，啊无恁来台北甲阮帮忙斗行销，所以阮即马逐礼拜我拢伫咧迄个花博啊，是迄个北农咧开始行销迄个南台湾的迄个一寡水果，这是水果的问题啦。吼，再来就是讲理念的问题，到底对啥物款人对高雄到底是好，一直咧思考这个问题。但是我若讲这个时，若讲啊，你就是要选啊，你对高雄遐咧关心是？哦啊，但是。讲实在，高雄我去看实在是太多文史馆了。其实伫咧爱河两边，我最近当然过去这几年有甲整顿了足清气的，但是嘛是长出了很多的使用率很低的一些文史馆。我感觉这拢是有当时啊，就是讲财政纪律这件代，伊是毋是起了伤过济硬体啊？但是软体甲文化伊要甲带进来。所以一个高雄基本上伊就是南台湾一个足重要的直辖市，但是拢无好啊去甲伊行销这个城市啦。我一直最近一直等去高雄，我所看到的拢是安尼啦。所以这个新的这个高雄市长的这个挑战真大这个挑战实在是足困难的啊！所以最近我就想讲。啊，本来是想讲啊，国民党是不是这一次可以因为罢韩这件代志，快点放下这个心头吼。他说伊若无要迄个推荐人出来，也无一定欢迎的推荐的大家看比较中间的理性的选民，那大家共同来支持。所以民众党这地还佫有希望有这个。搁咧努力，搁咧努力啦。我感觉我这个人就是安尼，无到最后关头吼，我袂放弃啦。是啊，其实咱讲吼，这个。高雄市在野的，唔是国民党呢，在野的，咱讲即阵这个议会多数也是国民党哦，所以这个在野甲执政的这个观念，大家爱小回过头来想一下吼，唔是讲中央执政是民进党，但是高雄地方的经营也是国民党是多数啦吼，所以这个在野唔是国民党哦，执政是咱讲这个国民党啦吼，啊伫在野佫有亲民党。佫有时代力量，佫有其他无党的，佫有民进党。其实其他的除了立的佫有南北局这个部分，这个补选的策略有啥物，咱先做伙来看中国国民党主席江启臣伊嘛讲到看到真济民意代表啦就是讲议员想要表态伊感觉真欢喜啦逐位人选拢有伊的这个较优点的这个所在，党会评估啦毋过咧，咱讲这个补选的登记日真正是真正紧啦所以党会紧找到较合适的这个人选。
另外，咱看到台湾民众党主席台北市长郭文哲伊是安怎讲吼？这个新兴政党都应该主动来出击啦吼，透过这个大大细细这个选举来做一寡历练啦吼，嘛组建这个基层的这个部队吼，特别是迎战2022年这地方的选举，民众党吼已经伫咧高雄至少8区吼。有要找这个议员的选将啦吼，另外这个哪力地方人士拢会当抢到30吼，伫咧议会组建这个党团吼，就是要练兵的一个好时机啦吼。亲民党则是讲吼，党籍议员吴怡正这个本人的意愿无悬吼，嘛有来自这个亲民党这个内部的这个压力吼。若是讲吴怡正甲亲民党这个前秘书长金敬生的查某囝金淑燕吼，伫咧年初的这个大选，就和民众党来互相徛台吼，但是两个人毕竟是还未退党的吼。八局合作的这个关系，嘛是爱好好来处理啦吼。所以你嘛是去问过亲民党的意见？有讨论过。是，有讨论过啦吼。有讨论过，但是无遐尔。无遐尼顺利啦，嘿，就是，但是阮嘛是无放弃啊。无放弃啦吼。共款即嘛，我感觉伫这个过程中间吼，我感觉我做的就是去沟通。去沟通了后，想说熟悉高雄在地，因为候选人的一寡性格、什么款的个性的人，较适合来高雄换这局。是。吼，所以伫这个中间，对我来讲，我看到足侪高雄的选民、高雄的选举，甲台北无共款的所在。因为我最近伫屏东咧。甲迄个廖国富吼斗补选，我感觉伫屏东地方的选举吼，高雄的地方的选举佫无共款，甲台北的选举拢无共款，完全拢无共款。所以伫个南部的即斗的选举，我感觉就是讲，你若无真正像刚刚迄个主任讲的，你若无真正亲身去经过选举的洗礼吼，你根本就是无了解这地方的民众的因到底是咧想啥物。所以我常常就是去高雄就是和地方座谈，想说。含地方的走行的路连的，像我的六合夜市吼，迄阵疫情的时阵，我去哇，清冷冷的，因就讲这经济要安怎来大家做伙来发展，伊会讲伊的意见吼嘛，所以南台湾的选民嘛是足热情的，而且他会很大方的跟你表达讲，伊要爱什么款的伊的候选人，伊无爱什么款的候选人，嘛有人甲我讲因感觉因欠什么单机嘛？但是因哪讲阮著甲投票都无爱伊来，伊佫倒来要创啥？有这个讲法啦吼。对，就是所以对高雄市长吼，这个大家要意爱，还是讲要伊的这个所在，大家选民有家己个期待伫的吼。面对着这个高雄市的这个挑战，咱嘛有做一张图表，带大家做伙来看吼。比如讲第一个吼是桥头科学园区啦吼，必须爱由营建署吼进行区段的这个征收，完成着整地吼道路基础的这个工程啦吼，要搁将这个土地，互这个科技部，咱来讲吼，爱进行招商，陆陆续续开发了后啦吼，预计吼差不多有征收有机农场啦吼，这个案嘛是大家农业界真正咧关注的吼，这嘛是第一个高雄市长的这个挑战啦吼，另外就是产业的这个转型甲积极的这个招商啦吼，咱讲过去就是这个重工业伫遮吼，传统的这个产业吼带来真侪这个污染吼，不过咱讲过去嘛有看到高雄市伫咧转型吼，半导体这个产业已经变成一个高技术的这个产业主流啦吼，嘛吸引到真侪新创公司来台湾来投资，尤其是高雄这地啦吼，这个大林埔这个迁村的这个问题啦吼，就是讲有这个较臭远的这个部分啊，还是讲空气污染，还是讲公安事故这个部分，这个新的这个市长拢必须爱来解决。另外就是讲高雄捷运黄线这个部分啦吼，去年5月已经由行政院核定啦吼，可行性来评估，咱嘛讲核定的这个补助差不多800亿来协助兴建吼，按算讲2022年这个动工，2028年全线完工要来通车啦吼，所以咱讲即阵是2020年，未来这个补选了后。任期阁有2档，阁来阁是一届这个选举伫个。咱头拄嘛讲着，就是讲这回民进党高雄，即阵毋是执政党哦，所以这回毋是讲这个代理市长派落去，民进党都已经开始执政啊，嘛是爱面对着选民的这个挑战。但拄仔咱嘛讲着，选民可能期待这个市长是啥物，但期待可能面对的这个挑战，甲人民可能会互伊的这个要求，咱阁请教主任阁有啥物咧？其实高雄市。登记以来吼，大部分是国民党在议会内底吼，是多席次较侪啦。是。登记以来就是市政的代志推动吼，拢需要国民党吼、民进党每个政党去协调。
其实他拄好蔡委员讲到一个重点吼，其实高雄的行销是最重要的。过去知影讲世界运动会吼，也是讲即个咱的爱河吼，遮个行销的代志。其实大家知影，即马咱的国际的分工产业链，因为即个疫情的关系吼，其实中心变化足大。你讲美国甲中国的即个华为啊、5G 啊，吼，遮个竞争，毋是讲敢若是贸易战吼，即马有够科技战。是。台湾的这个机会是稍纵即逝，所以讲高雄做一个直辖市吼，全世界的脉动必须要掌握，咱陈其迈虽然讲大家对于过去讲大家拢足熟的吼，伊过去立委嘛做过啊，什么秘书长嘛做过，大家可能无遐济这个新鲜感，无遐趣味，但是伊的经验会当互这2年的时间。变做至少要动作细腻的时间来做啦。是，所以讲未来高雄不可能再等下去了。过去这2当确实吼，这市政的代志吼，有淡薄荒腔走板。是啊，市长嘛请假绕跑去别个代志，去做别个代志。其实过去这2年吼，要补来哦，要补起来。要互高雄超过台北、超过新北、超过台中吼，作为这个直辖市当中的领头羊，其实这机会是就稍纵即逝。是哦，其实阮头拄仔讲，这个科学园区吼，啊产业转型吼，而且是重要的是咱交通建设啦吼，交通建设不管是陈其迈副院长吼，啊甲咱即摆林佳龙部长，其实这个协调沟通成本。可能会降低，至少，我相信林部长加这个陈副院长哈，因的沟通是不太会考量到很多的这个党派的问题。那陈其迈担任高雄市长哦，也花多时间去甲议会吼，甲国民党的议员协调，是，安尼对高雄才是好的。有影啦吼，头拄仔这个记者会，咱们看到蔡英文总统又讲过啦吼，就是讲这个过去的2当啦吼，可能有失去，但是这2当爱变做4当来做使用啦吼，所以这嘛是咱讲主任的这个讲法啦吼。不过咱嘛讲到啊，真正啊国民党伫咧这回袂当来这个欠出席啦吼，所以这战一定爱战，但是这个赢面可能真少，但是咱尾啊这个拍算是啥物？我想是安尼哦，即马有足侪人要出来参选，这是一个好代志，代表大家拢非常的重视咱高雄的发展。我嘛会当讲啊，其实咱每一个政党都有家己的这个最低的这个门槛，譬如讲。就咱国民党来讲，咱是不是会当得到这个34%的这个得票率？这是韩国瑜当初伫咧大选，伊留落来一个这个门槛，咱是不是当得到这样的票数？嘛是对咱家己来讲，嘛是一种考验。但是我相信，咱对咱在座各位来讲，咱大家拢承认讲，高雄伊是一个真正是一个非常有这个优势的一个所在，有这个国际的港口，嘛有面对咱东南亚国家的一个地势的这个地理的优势。但是我必须要讲哦，只要是民进党执政。高雄的发展无可能好，为什么？因为都是民进党的意识形态，以及意识形态影响。头拄咱蔡主任讲的无唔对，因为疫情的影响，咱全球的这个供应链开始是咧重组，但是各位唔通别去。不管你是安怎重组，上大的市场仍然是伫咧中国大陆。所以讲，你若是无法度，甲你周围的国家、甲中国大陆，你的关系当创好的时阵，咱高雄的工业、咱的农产品啊，咱的这民生、咱的观光，拢无可能会好。所以我想，即摆呢，不只是一个高雄未来的一个选举，咱嘛选举讲，到底咱高雄要选举是一种开放的一条路线，还是要选择这种封闭一条路线？我相信这是一个高雄未来非常重要的一个决定。是吼，这个意识形态可能民进党爱小可放下，然后继续搁请到主任。民进党意识形态，搁要继续伫咧高雄市吗？还是真正像你讲的，要开始拼经济啊？意识形态这个词啊，其实咱来看，就是讲，你讲每一个政党拢有家己的理念，哦，啊，民进党就是希望台湾主体，哦，台湾优先，哦，你讲这个理念，国民党感觉是意识形态，啊，就是因为国民党无一定赞成，无一定赞成为台湾哈主体哈为台湾优先，这会当辩论啦哈。但是你讲高雄市政的
推动哈。我头拄仔讲世界运动会，头拄仔讲咱的爱河吼，咱过去在高雄市的市政，其实绝对不是韩前市长讲的这路灯水沟吼，这的问题，伊有做者行销的这个层次啦吼。啊，你讲所有的这个外销这个贸易吼，完全拢咧中国。对高雄是不是好代志？这会当讨论啦，这当讨论，因为大家拢知影嘛，吼，即马欧洲哦、美国吼，在产业链甲这个中心组合啦，拢希望会当本土化。啊，即马全世界拢咧讨论讲要甲中国保持一个距离吼。国民党继续安尼坚持，其实。我是无赞成啦，是啦，吼，就是讲未来安怎变化吼，其实8月15号，咱继续来观察，今日感谢在来宾，多谢。